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到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济，入来遮济。阿公带孙，爸带囝，翁带某，妹带兄。 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洗一个目杯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暗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 收看天天又开心。今日要甲恁讲的就是讲健康的身体。哦，最好。人讲有健康的身体，才会当享受荣华富贵。即当行当往西。是啊，尤其吼，咱的骨质疏松要真重要呢。人讲即摆40岁以后呢，开始就拢伫受伤。加减咧退化。哦，迄骨质啊，开始直流失。人即摆吼，讲查甫的骗查某搁较紧呢。较严重哦。啊，查某听讲啊，若啉咖啡啦、生囡仔，迄骨质疏松嘛真紧。所以啊，不管是爱去补充这个骨质。啊，但是补充这吼嘛爱适量呢。你讲像啉咖啡嘛，袂使讲啉伤济啊，还是讲咱有的人讲啊，暗时啊困啉一撮酒，一点点拄好。啊，你若啉伤济，其实嘛无好，拍歹身体啦。上好搁配合一个运动啦。啊，对。不管社区啊，往行路、爬山拢袂歹。哇，有诶。有岁人爬山都爱注意，爬楼梯较袂要紧，但是落架时阵你就废去。哦，上好莫爬就伤惊啦。所以呢，用行平路的啊，散步，安尼电动会健康。我顶摆去吼，爬迄个天梯无？天梯就德山嘛。哦，对。好，遐爬2点钟呢。哎呦，转来过差不多2点钟，哎呀，转来虽然讲落架，也毋过嘛是真歹行。我就去看奥利桑，伊落来吼2骹步尔，落天梯就跪落去。我想讲，哎，这奥利桑那遐虔诚啊。有礼貌，一个问啊，毋是啦，我都出来跪落去，我脚头有无力啦。恁卡，迄就是骨质疏松啊。啦。上好是吼，爱去医生检查过，吼，看你到底是啥物款的程度。啊，要食的物件嘛，真正就要对症下药。黑白食黑白报的黑白食你上好。有人讲吼，等下晒一丝丝日头，吼，咱对咱的骨质嘛真好。对啊，我听你讲哦。系啊，咱讲的嘛就是有健康的身体，才有快乐的人生。今摆来快乐一个好不好？看咱轻松搁趣味的得奖。来这样。阿姑，迄即摆暑假吼，你敢知影迄种的救国团啊，有啥物战斗营啊，啊，搁有啥物瘦身营足多呢？我啦，救国团咧足侪迄种活动啊，吼，自强活动啥嘛有。毋是安尼尔，即马是寡生理人伊吼，什么吼，迄个什么魔鬼战斗营啦，专门咧训练迄个主管啦。哇，啊个训练甲因吼。安尼足有迄个主管迄个架设出来，而且读个足好，而且体能嘛足好，会当来做迄个主管。有啊，有诶嘛说拍迄个什么气弹的嘛。有啊，毋是安尼尔，还有迄个像因查某迄个瘦身营啊，嘛足好诶啊。像恁。讲到塑身营，你著看对我遮个，你意思是讲我即摆减肥来啊？无咧，阮莫对号入座啦，我无咧讲你啦。但你有身材对啊，无歹无tốt啦，天经嘛无啥话讲，所以你食瘦嘿。啊是讲阿姑是即摆吼救国团较流行嘛？啊若讲以在你的年代，你讲有做兵？我有啊，我做几啊兵。来佚佗，恁阿舅也无爱破相，咱做兵。而且我做的兵佫无共款。你做什么兵？咱有迄款的什么海寮啊，对吧？有海军、空军、陆军对吧？野战部队、步兵什么，佫有迄个什么坦克兵，有诶无诶？我什么兵呢？互恁了？你什么兵？我là救国军，我毋是兵。军呢？军较大就对啦。你足危险的呢？军就定军啊，安尼无。真诶呢，救国军是咱中华民国家己一个足好的一个军种。我做救国军。拢是。阮训练安怎训练？前8周，后8周，安尼就4个月。煞了应该落部队嘛，结果阮佫无落部队，去到北干佫开始佫训练3个月，拢总7个月。北干是就配哦。马祖，我去过，我知。北干，
伫糖匙啊。啊，对对。哇，迄真正训练到安尼吼，哇，要惊死！大家拢讲，哎呦，要去越南战争啊啦！哎呦，啊，咱叫厝的囝迄个钱来，伊囝进来无路用，总叫金啊。啊，若搁继续讲咧吼，就要搁听迄个青仔讲吼，迄什么咧，迄个蚵仔食饱了。啊，好啦，掠着海霸。对对对，你若要搁讲这，无我先困者，你是啥？无啦，这食老生生安尼啦，安怎？见讲讲过去，随讲随袂去，啊，一个随下去，所以减困去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滚啊！哦，真久无看到，哎呦，我港梯啦，港梯啦，做咩港梯啦？哎，钱啊钱啊，这边咧穿哦。啊，我叫拔啦，这个头家啦，头家哦，真好真好。还很行啦。我的即摆吼，咱即摆利用迄个军教片，啊，我去办一个夏令营啦。哦，啊，想讲吼，诶，这个活动好呢。好，阮拄则含群啊，甲阮祖孙啊，逐个才咧开讲呢。安尼哦。阮民宿吼，原来要来办这个活动呢。什么吼减肥营啦，啊夏令营、战斗营拢会使。我什么自强活动啥？哎，小配合就会使哦。啊好是袂歹啦，啊拄好欠两个教练啦。啊是讲哦，我咧较早工体的时，哦，上招气昂昂。500公尺，我走前路中走第二个呢，规练走第二个呢。啊，要讲正经诶，别啦，那欠教练这爱训练啦。对啊，啊你我有年岁啊，啊体力嘛较差，这我较无法度啦。哦，对啦，啊，你会记得我迄阵啊，我练甲有6粒哦，即摆出一个圆的，啉酒啉甲，所以即摆哦，流到腰酸背痛吼，体力无法哩啊。歹势歹势。哇，系啊系啊系啊！啊，你真冷面来报名，啊，这找无人训练，我头壳真痛。辣妹，辣妹，对啊。你毋较早讲啊，搞这咧，我即摆逐工游泳拢游1000啊，我体力偌好咧。我即摆拢着你爬山吼，我即摆体力偌好诶。好，安尼好，安尼阮甲你斗配合，阮来做教练。真诶啊，你叫出来啦！找无讲诶。紧啦紧啦！同事啊，紧，咱教练找着啦。哦，我就等你找无啦，你快点看。啊这呢，啊这呢，哎呦，啊这教练啊，啊这安尼好教无？啊，会使教。哎呦，夭寿哦！敢若无教。小切，哎呦，甲顶甲对遮啦，哎呦，毋是，我对涂骹，我真久无看到这款诶，身材好，面啊水，哎呦，你我睇个，哎呦，嘿，搁嚼啦，腰就是腰了嘛，哎呦，你若去酒店就这拢免紧诶，是啊，身材啊好，迄个嘛赞咱这样要做教练啊，啊，甲因的关系就爱较密切，啊，煞咧吼，哎，你要设定目标，看你要爱多一个，我早就拢算好啊，我爱落骹啦，你爱落你莫见我呢。把那边迄个吼。哦，你爱迄落，按照较好，形感觉较高的哦。哎，水，你知影我的，我的菜就是安尼好，个人好做。啊这样呢，教会使练。真好练，真好练。哦，安尼我甲你讲白啦，啊那你食大吼，拢靠阮倒啊，倒阮遮食，倒阮遮大，拢免甲你收。服务一流诶。我来配合你的活动。啊，我叫阮这开心民宿头家娘出来吼。哦，只好，来这就对啊。只好，进来哦，人客来哦。来这里多耶！人客来，哦。哎呦，是啊，我真水，是吗？人客哦。嘿，阮港铁出来啦。这个安尼啦，因阮遮拢客满啦，我来带恁遐倒啊。爱记得吼，上要紧是食啦大，拢免两收哦。知啦，啊若煮食我就上教。对啊，我这想要煮食。来，吃。真正呢，绵呢。哦，我看到安尼，皮肤安尼白泡泡，因为普拢做来决定。好，你落骹，我是迄款的。好红稳。耶！哎，咱各位学员，咱这个魔鬼训练营上界重要的，都是两个教练，咱的教官来介绍咱大家高滚上天的。好，咱
咱即马邀请两位教练，甲咱讲几句话，来，好声邀请者。大家好，我是平均连排长郭文。这段期间，我会甲大家好好相处，报告完毕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救国军的军人，我专门去食蚵仔。各位校员大家好，因为我个头一遍甲恁见面，希望咱大家会当真好好的相处，来完成这摆活动。完毕。好。其实两个，因为我嘛要参加辣妹兵团，这对啊，谁来来参加我就袂当，我老板娘。啊，不过两位老板娘就感觉怪怪，人个服装甲恁拢无共款呢。咱我有穿个迷彩啊，无唔对啦，迷彩啊，不过人个拢中拢留一箍呢。啊，你也无留啊？哦，阮是靠实力的。你留者啦？免啊，免留。哎呦，超了。好，咱这个课程哦，非常的严肃。首先上个基本的哈，徛停停。什么都徛停停？立正啦。哦，立正啦，立正哈。立正。好，立正。好立正。听到徛停停的口令，双脚爱夹按。好，按这个臀部。什么叫臀部？臀部啊。卡称啦。哦，卡称啦。哦，个尻川爱压悬。哦。啊，这个小肚，啊，甲揪入去，啊，揪入去，啊，胸坎啊自然甲流出来，啊，过来，过来下海甲揪出来。哦，目睭咧，目睭看进前，差不多3尺的所在。3尺的所在，虽然看3尺的所在，拄迄个所在咧。安尼哦，啊无咱靠较悬一啊无3尺半。哦，3尺半。哦，安尼这个还有这个要领，大家甲做确实。今嘛邀请咱的两位教官，好啊检查者。检查。哦，是。路卡你。好，好来哦。这两个甲第一跳过，这两个手我跳过，再手尾跳过。啊，这个。这个双脚夹啊难，好，啊夹啊按，好，袂使有拍哦，好，骹床向悬，好，大腰哦，好，啊来，手迄个小肚啊，有在手啊，胸脚啊凸出来，有凸出来，标准哦，啊下环小揪住，目睭看3尺半，报告，动作我袂歹，啊，你嘛甲我检查好，我安尼有标准无啊？我有说小肚啊无啊？你有用咩无看小肚，你家己唔免啦。来，你两个唔免啦，来换我来检查。好。这两个家己的调过人过。你调过人过哦？这两个较乖，唔免。你就对啦，这就是我的菜。来，两脚夹毛按，你敢有乌字腿吼？来，迄个脚掌摕悬，真好。小肚耐落去，袂歹。小肚咱看咱耐袂落吼。哎呦，妈妈较温暖啊。水，你知影我的菜就是安尼。是啊。哎呀，安怎？检查好袂？我的姿势有好无？哦，阿姨，你三个姿势拢真水，你来看。哎呦，脚床翘翘，小肚落落去，胸坎挺出来。啊，不过这个姿势无成呢，较像迄个企鹅。有够像徛过。安尼好啊，咱检查完毕。好，感谢两个教官的指正。咱即摆吼来唱这个军歌，但是咱这个军歌即摆都要本土化。对，唱台语，用台语来唱，迄种感觉。报告司令，这军歌唱台语听着敢若会怪奇。敢会？啊？无唱过嘛，哪会知？要唱倒一条？这个较早叫做九条好汉，啊，即摆改做英雄好汉。好，来，起步走，技能，邀请这个长青的教官来起只音来。英雄好汉在一班，一边唱。英雄好汉在一班，英雄。
停下，咱来做问哦，你才乱唱啥啊？啊，都你唔是讲要讲台语，啊，管他流血流汗，啊，都是插伊流血流汗，唔是？啊，到尾咱有讲什么台？啊，就啊沙啊！哎呦喂，有影实在袂歹呢，会唱得真确实呢，真正真好。好啦，啊，唔若安尼吼，咱这个包括这个达数啊吼，这画吼嘛是要用台语来甲画。打数要用台语画。系啊，啊，我就想来讲国语，大家再来翻台语。翻录过来咧，来，好不？来，1、2、精神达数，雄壮，威武，严肃，刚直，安静，坚强，确实，素洁，沉着。好，来，开始用台语哦。臃肿，威武，啊，严肃，啊，更直，嘿，是迄梗拢直。刚直不是更直啊。各位更体啊，那各位什么？好，来，再一摆啊，更直，啊，点，点点的啦。安静不是点，无要安怎讲？哎呦，安静啦。安静哦，安静在咧安静边嘛。好来，安静，啊坚强，确实，真紧，差多一句，我差到真紧啊，阿姑。啊素洁不是真紧，哦，你莫家己状况拢讲出来啊，真紧。这讲啥？啊来，搁一摆啊，啊来真紧，甜嘞，哎呦，啊这全军覆没啊！唱催眠啊，点嘞。啊甜的沉着，唔啊不是甜的。点嘞都嗨卖讲啊，我两个在听啦。我随便讲，来完毕。安尼哦，我今日练啊，大家真忝哦，啊无吼，今日课程哦，暂时告一个段落，啊来去食饭安尼啦。向这边，好来走咯。啊，无欠好遐钱来走咯。好啦，跑步，啊，就是走路。走步好来。哎呀，好来，走咯。啊，技能天！喂，啊，恁拢唔免换衫，就要安尼困啊，是哦？你嘛帮忙咧！这几工啊，大家已经操卡咧，啊，身躯洗好，就已经忝到要变怪啊，搁有洗过来去换衫。嘛对啦，哦，安尼操几落工吼，我唔敢讲，我倒咧敢若是死去共款，拢无力安尼。哎呀，操烦操啊！毋过讲实在啊，你大家有感觉无？这几工安尼操落来哦，加足瘦的有无？而且哦，等等，哎呦，这大一粒肌肉，你有够厚的啦，真实客。免练健美啊咧。好啦，明仔载天光搁要开始操啊咧，紧困啊啦。吼，大家足忝啊，来困啊，来困，讲啊，吼，晚安。讲到甜甜的，呀，感觉个哇，个好叫，啊，姿势个水，只要个这边我就上来，你上来哦，下咱的口味。安尼啊，我以前做兵的时候，上刺激就是个剪辑之后哦，还有够刺激，好爽嘞！什么正手提起锅，倒手提面巾，啊，正脚无穿鞋啊，倒脚有穿鞋，有当时我穿着别人的，哎呀，真古锥，你足舒服的，咱来个爽者。好啊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各位乡亲，今日要甲恁讲的就讲，会光桥才会用开交经的。啊，什么啊？什么意思？光桥甲开交经哪有关系？不是啦，会光桥才开交经。知影你爱歌啦。爱歌的人才开交经。
安尼阮倒的。安怎讲？因为你爱播，啊，搁家己搁开交警，啊，开交警搁当5块，啊播啊，搁了100块，安尼啊播最后过拢倒塌。所以讲若当叫无咧跋筊，无咧咱即马无咧教人跋筊哦。啊，毋过讲这个会光桥才会当开交这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是安怎意思啊？即是讲哦，你一定爱先甲评估，你要做头家嘛，啊，要做头家你先评估这个现代，啊，这桥有人请无？啊，这桥，咱要来冲几只桥，啊，这几只桥爱开偌济钱，啊，咱这店面都爱搁开偌济，爱安尼评估落啦。无你真啊，无你跟那阿婆啊吹过就倒塌啊。人看人做头家，敢若足好做的，安尼就对啦。爱做家己内行的就对啊，我知啦，迄进前有人讲啊，我来开餐厅，结果家己也袂晓煮，就请厨师嘛。啊，你若生意好吼，厨师要甲你提高薪，还甲你雕，哇，惨啊，这店免开啊。对啊，我一边就是安尼，生意偌好咧啊，啊，讲拢爱带迄师傅去分面呢，一个月去1摆，无师傅讲袂，我做做呢。所以嘛，爱家己会晓，较袂去人雕，对无？就像讲吼，唐丽啊，歌唱啊足好啊，所以吼来好好啊唱歌。是啊。啊，那咱三位吼，毋是咧臭屁的，毋是干那演戏好，尔个唱歌搁赞。哎，赞。真的啊，那你的歌真好听。安尼使，你搞唱歌厅开歌厅啦。对啦。喂，哎，水哦。那无共款啦。做查某免啊。开查某去。你两个真正是愈讲愈毋是话呢。做家己内行的工课。对哦，系啊，啊，所以呢，毋管咱怎啦，安尼哦，三做分少，足毋甘甲恁分开的嘛，是都爱搁甲恁讲再会咯。哎，所以咱今日天天又开心的，要奉劝各位乡亲，凡事起头难，咱若要创业，一定要一步一步对头做起，安尼一定会啊，有前途。我来献唱一条歌，麻烦你将我出暂时黄鼠姐，虽然不是真的，嘛不是500，想要祝你生日 Happy Life。需要恁的风啊声，有恁的祝福才会有好心情。我心甘配一嘴来啉好干，今仔日你上大。我来献唱一条歌，祝福你万事如意如花。恭喜恭喜，你若无聊烦恼想袂停。我来唱歌，互恁笑哈哈，恁若有较好。我来献唱一